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早起9:05发生规模6个地震，震央伫花莲县光复乡，地震的深度只有6.8公里。过来，今仔增加35596个本土病例，有144人死亡。今仔病例数是5月初5以来上少的一日。屏东的九片基地，今仔一台火箭发射车烧起来，台北火车头早起嘛传出火灾。新闻一开始来看，早起9:05发生规模6个地震，震央是伫花莲县的光复乡哦。地震的深度只有6.8公里，上大的震度伫花莲5.6，大震是4级，南投嘛4级。后来又搁发生至少4届的地震尾，气象局表示，这届的地震甲光复断层哦，敢有关系，佮需要进一步来调查研究。另外，明仔载佮后日嘛有可能佮发生规模超过5个地震尾。美丽山水影像出现上下游海，相当激烈，互人看了头晕。这是20早起9:05发生规模6个地震的时阵，花莲丽溪潭的监视镜头出现真大的震动翕到的画面。用海甲真大力，也互花莲客家当下传出轰隆的声音，相轻挂伫壁顶，差1点落落来，也阁有当地店家。放伫台面的破手咧，拢摔伫涂骹，管仔也拢碎了了。我吓一跳啊！吓一跳啊！震动很大，震动很大。然后这个感觉就很摇啊。地区翻新会当讲是全台有感。这个地震震央伫花莲县光复乡，深度只有6.8公里的浅层地震，上大震度是伫花莲5级。包括台东甲南投也拢有4级，后续发生至少4件的地震尾，也毋过气象局分析，虽然这个所在属于板地交接带，也毋过毋是地震较会发生的区域。为1990年以来相当规模6左右的地震，加上这摆拢总有3摆。它就是属于它这个板块的这个交错的地方，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它发生会这么浅哈。那当然不排除，就是说这里是有一个断层或者是破碎带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尤其是因为它是浅层的地震哈，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确定说它是不是跟光复断层有关。气象局表示，无排除未来2天内会阁发生规模超过5个地震尾。只是干那今年规模6以上的地震已经发生超过6摆，是长期平均达2倍较侪。这摆阁较有客家伫地震过了后发生火警，也毋过敢是有关联，也要后续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九片基地，今仔早起9点左右，伫咧做1年1届的实弹射击演练的时，有一台雷霆2000的火箭发射车，伫发射的时有一粒火箭无射成功，车烧起来，加载无人受伤。今日射击操演期间，发生乙枚雷霆2000火箭弹不明原因导致火箭未离架，推进器殉燃，造成车辆的损坏，人员均无伤损。单位提依紧急应变程序应处，并由中科院陆军成立专案小组理清噪音。第4专案需指出，非常感谢外界对国军战备训练的重视，本部将深入研析射击状况、相关噪音，作为日后射击训练参据，以增进训练时效，提升部队战力。对于民众提供的画面，会使看到讲有真侪粒火箭做火射出去，现场的烟是真大，也毋过其中一粒火箭无射成功，推进器烧起来，车嘛烧起来，烟是就先暂停了。伫西南空区。伫遐火箭哦，军方是表示讲，火箭车是远距离来控制，所以无人受伤。也毋过，这嘛是雷霆2000火箭车头一届发生意外。中科院甲陆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来调查意外发生的原因咯。再来看，今仔早起是真无平静哦。台北火车头的M5出口嘛传出讲拢是烟，因为是上班人真侪的时阵哦，消防人员是先疏散民众，嘛发现讲火是对地下1楼排气的出口传出来的。因为附近是有囤一寡物件，所以烧起来哦。也毋过详细起火原因，搁来调查。普隆是人真侪，台北火车站早起传出火警。有民众通报伫咧 M5出口的通风井，早起8点外清烟出来。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了，伫咧通风井周边由顶头向下骹喷水降温，
搁再到地下1楼确定会伫咧倒位度。那我们发觉是在成品地下街里面的排气室里面的通风竖井那个单独的区块里面有一些杂物的一个燃烧，所以烟才会冒到那个整个通风竖井才会排出去。伫地下1楼的排气机房到通风井差不多20几公尺。消防人员认为，这段管线中的路网有物件条条的烧起来，因为是单独的区域，搁再加上第一时间就甲火拍花，所以并无造成其他区域的损害。那火烧的面积差不多1-2平方公尺。那这个实际的原因是上面的掉落，还是下面的一个物品的起燃的部分？那由我们后续这个火调做后续这样的调查。台北火车站伫这几年发生过几落遍无同区域的火警，对南部坐车来台北的曾先生认为车站的动线甲道线的标识应该更加清楚较好。可能有时候一时就会有一点。就是摸不着头绪这样，希望台北这边能把它逃生动向能弄得比较明确一点点。因为火警的现场烧的物件有可能是塑胶珠，所以代志发生了，相关单位也随对车站的每一个通风井开始做现场的勘查，确定是毋是有物件条条的情形，以免这种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愈来愈热，台电传出讲有3台的发电机组破功，无法度供电，目前是抢修，其中有2台上紧今仔载、明仔载、明仔载2天就会当开始发电。另外有1台就要等7月初4才有法度搁发电咯。台电是预估今仔的相关用电量有可能会打破去年的记录。台电也强调讲也毋过供电是袂有问题。如果高温，然后午后也没有雷阵雨的话，可能负载会突破3800万，甚至有机会破去年3884万的瞬间用电的这个记录。台电估计伫咧20尖峰的瞬间用电量恐惊会打破历史记录，用电量增加，但拄好拄到台电有3部发电机组破功，分别是台中电厂的5号机甲10号机2部机组破功，一个南口的2号机。台中电厂2部机组上班伫咧后日2日会全部拢修好，不过南口的2号机要修好，也要一段时间。林口2号机的部分因为它的破管的位置是有一个比较特别，需要稍微多一点的时间。那么锅炉安全检查在7月4号左右才会归队。若是发电机组停机抢修，就连民营电厂的发电也因为国际燃料的计数大起，面临减发供电的问题。台塑旗下的华亚气电强生，今年前5个月电力的减发就到78%，本来当家己供应家己，不过即马就向台电买电，热天的供电情形会更加严重。让它影响的可能不到1%了。华亚本身它的尖峰的一个供电量并没有特别的多，有影响，但是影响很轻微。虽然台电讲气电强生发电量的占比真低，不过也讲会破乱电力的用量。需要重新做调整，因为后礼拜2、7会开电价审议会，台电强调5月初1的燃气成本已经起2成，累计1月到5月亏损恐惊会扩大到500亿。若是无反映发电的成本，台电今年的财务恐惊是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增加35596例本土病例，有144人死亡，295例中重症。今仔病例数是5月初5以来上少的一日。指挥中心也预估病例数会继续减少。另外，今仔还有504000ton的儿童 BNT 疫苗会送来台湾，7月就当开始做咯。但是中今仔嘛无主持记者会，虽已经隔离7日了，也毋过伊的快筛嘛是阳性，所以无出现伫记者会。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是35596哈，那境外移入36例，死亡个案是144例哈。这个5月5号以来哈，目前是最低点哈，代表说未来1周哈，大概会只比这个3万多可能增加1到2成，2到3成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而已。好，那中重症的部分是新增295例，这次的入境日是介于6月5号到6月12号之间，在机场这边唾液筛检出的个案，那其中还是以 BA.5 为主，BA.5 这一次有新增这个
14例哈，那另外有3例的话是 BA.4，都是来自于美国哈。有一位本国籍小于10岁的一个小朋友哈，那他是在这个入境的时候脱衣采检阳性哈，CT值是27，本身没有症状哈，那这是属于一个 BA.4的一个美国入境确诊的一个本国籍的小朋友，是我们陈时中指挥官哈那个解除隔离治疗的首日。不过他因为就是说今天有自己自行做的这个快筛仍然是阳性2条线那而且他还有一点点轻微的咳嗽的症状所以目前他今天是采取这个居家办公跟尽量采取用视讯的方式开会等等这些。我们的这个儿童的辉瑞BNT 的疫苗，今天有另外一批新的50.4万剂已经在上午抵台来看，以前军家有伫家家犯人的家属指控讲，台中家家有群组感染，也毋过佮照常互受刑人去外一家家工作。受刑人若是发烧，家家就建食退烧药啊，拢无做快筛，嘛无通报。台中家家是表示讲受刑人若是有出现症状，会互家家设立病院来评估，因并无暗砍疫情。台中家家的宣导影片强调疫情期间环境会加强消毒，受刑人嘛拢会自主健康管理。不过，所有受刑人的家属来指控，台中家家的外一家管控有浪芳，若快筛无够，嘛无落实通报机制。受刑人就算有镜头，嘛是继续到合作的工厂做工课，恐惊会造成疫情的空芳。我说：“那你们都不通报？”然后他就讲说：“我说那你们还是这样出去工作吗？”他就说：“对，是没有在管理啦，等于说你进进出出，有可能我确诊的人我也可以进去，那我没有确诊的人，我在这样跟他面对面的会客，那也有可能会被他们传染。”家属指控台中家家已经有4、5位受刑人有类似的镜头，不过也是照常咧过群体生活，去到外一家做工课。就连面会嘛是照常，批评管控机制出问题。若受刑人嘛为着无爱互人隔离，就算有镜头嘛袂通报。疫情恐惊会愈来愈无法度收煞。台中家家表示，若是真正有镜头，就由背得病院，互因医疗处置。如果有外溢公司，我们就配合厂商，他们如果需要快筛，我们就配合他们快筛。我们里面如果有症状的，如果有需要看病，我们就会马上安排看病。台中家家表示，目前疫情拢受到管控，嘛已经买到3000剂快筛有够通用。若是受刑人出现镜头，就会赶紧安排验快筛，抑个通报予合作的厂商。若背得病院的医师嘛会开药啊，予因食，甚至若必要嘛会甲因隔离，否认无作为的指控。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的转好，也毋过有医师烦恼讲，Omicron 变种 BA.4、BA.5一定有真侪境外病例，而且有国外的经验，上近7天、上万1个月来都可能会进入社区哦。所以，呼吁政府应该重视有个为着病患者相关的通报，嘛应该爱做基因定数。另外，卫生福利部委托阳明交通大学追踪260个确诊者的血清调查，发现讲为着病1冬后，敢若剩3成的确诊者佫有保护力。专家嘛建议讲，就算为着病，嘛是爱个注疫苗。新冠本土疫情转好，已经连续3天全台增加病例数降到5万外，也毋过有医师烦恼，新冠确诊者多数轻症化，有大量的污数，而且Omicron变异株BA.4、BA.5来个真强。根据国外经验，上近7天、上万1个月来，将会大入侵。呼吁政府应该重视知道感染者通报，而且需要做全基因定数。这个有涉及到用药，还有通报种种的问题，所以有一些细节还在最后的整理当中，还没有把它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此外，国内头一份确诊者免疫反应研究也出来。卫福部疾管署委托阳明交大进行研究，追踪2020年1月底到去年7月底，拢总260位确诊者做血清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康复者伫得病1年外了后，只剩3成确诊者体内仍然有保护力。第一个 case 大概是在就是2020年，我记得是在1月的时候嘛，那大概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出来以后，大概到500多天，还有将近3成的保护力啦。吴振中强调，研究虽然以早期病毒株为主，甲今年流行的Omicron无同，也毋过同款是新冠病毒。
也是有高采保护力，而且捌感染者、家族疫苗者诱发抗体无共，有关有重要参考价值。因过当时疫苗开始做无偌久，研究对象主要是做一剂疫苗，也无比较疫苗的厂牌。此外，研究也建议确诊了后，有关爱做疫苗抗体会更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团早起，搁在批评妇女乌心气质，伫咧申请 EUA 过程有人做手，要求卫生福利部应该出面讲好清楚。另外，有食药署通过一款韩国製快篩，嘛，互美国的食药署要求爱回收哦。也毋过食药署是表示讲，这应该是这款韩国的快篩试剂，还未通过美国 FDA 许可哦，并毋是讲伊安全佮效果出问题。提食药署5月初10发予大型公司快筛试剂输入的许可证，不过顶悬的生产国煞是写 USA。甲顶一日小博士顾问公司所讲的，申请快筛 EUA 拢是有标示中国籍，明显无共款。国民党团早起阁召开记者会，批评这批快筛试剂 EUA 放行的过程有去互做手，要求卫福部应该出面讲好清楚。邵博士也说了，他说在送件里面。也附了全厂的厂区图，也必须要有大门，还有所有的位置。所以赵博士说有说地点在中国大陆，但是呢，食药署坚持说就是美国制。洪秀美前几天讲说，那是不是应该要谴责违法的厂商？甚至有官员说。审核流程很多时候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那我们要问卫福部，那我们要你们这些公务员做什么？国民党团表示，在今年3月份，美国 FDA 就经过附录快筛试剂，无经过美国 FDA 核准，而且在测试Omicron病毒的时阵，敏感度敢若有22.2%。卫福部也是核发 EUA， 真正是喊呱呱。针对这点，食药署表示，无论是 EU 公司或者是大型公司，在送审 EUA 的时阵，有的资料拢是美国制作的，制作厂拢是写圣地亚哥，所以食药署通过审查的时阵，确认送审的产品甲文件拢有符合规范，所以就核准 EUA。就伫附录快筛试剂这个案件伫探烧的时阵，目前食药署许可的快筛试剂，还有另外一款韩国製，慢慢伫同一个时间去互 FDA 警示，要求都爱落市。进口商伫咧宣传的时阵，主要是以美国 FDA 有批准来做宣传。国内核准的产品不一定要美国上市，就是这是两件事情。那美国那边只是公布说这样子的产品在美国国内是还没被核准的。我初步看就是国内的这个产品在国内是有通过专案核准的。食药署表示，美国 FDA 警示的重点是这个快筛试剂并无通过 EUA， 袂当伫咧美国卖。并无针对安全甲效果等等来做评估，也若感受厂商用美国 FDA 核准来做宣传，也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知情的媒体人就有库前几日公开恩恩事件，新北市消防局甲双和病院联络的录音哦。内容是消防局一直联络袂到卫生局甲卫生所，有一个消防员昨暗去新北市地检署自首，讲这段录音是伊提供予伊的高中同学，嘛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邓冠廷。这个消防员嘛承认讲伊家己开始无考虑好清楚哦，也毋过邓冠廷是强调讲伊并无甲录音提供予媒体。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表示讲，这个消防员的行为伤害到第一线的同仁。两岁查甫囡仔恩恩确诊了过身，媒体人周玉蔻伫咧最近公开新北市消防局甲双和病院分享录音档，证实消防局因为联络袂到卫生局甲卫生所，直接打电话给双和病院，问讲病院是毋是让收恩恩。录音档外流经过政论节目播出了，引起争议。提供录音档的消防员伫19号已经家己去新北地检署自首。录音档案在媒体播出后，造成消防同仁隐私的曝光和纷扰，而感到相当的后悔。该同仁表示，因电话档案属于秘密的事项，他却下载并交给一般民众，才主动出面自首。这位消防员讲，是4月底，伊高中的同学窦冠廷，也就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主动联络伊问伊，伊就是无考虑清楚，才会提供录音档予伊。对此，窦冠廷伫咧 FB 发文批评新北市政府对说提供录音档的人是要模焦点，也强调并无提供录音档予媒体。
把横向跟医院消防同仁的录音档来公布，造成我们第一线同仁的困扰跟伤害，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我只求你们赶快把这些关键横向录音档提供给我，同时在提供给我之前，做好明细列表，告诉我有哪些东西。我不想要再听到说你们会全力协助，可是我都是没有得到全力协助。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会按照规定全力提供相关资料和恩恩的老爸，会当提供的因都已经提供啊。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菲律宾的总统大选，结果是经独裁者的后生小马可仕甲现任总统杜特地的查囝萨拉选赢总统甲副总统哦。昨是萨拉的就职典礼，总统小马可仕甲萨拉的老爸杜特地拢有参加。穿青色礼服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地的大汉查某囝萨拉杜特地，伫咧5月份菲律宾正副总统大选，摕到3200万张选票，19由爸母陪伴宣誓就职副总统。The voice of 32.2 million Filipinos was loud and clear with the message to serve our motherland. And this message has been reiterated in my oath to consecrate myself to the service of the nation. 照菲律宾的传统，就要上任的正副总统，一般拢会伫咧同一天参加就职典礼。不过44岁萨拉担任南部城市纳茂市的市长几多年啊，所以进前就已经计划要提前班。伊讲，只有安尼先做，才能让茂茂地区的民众看到伊的骄傲，也会赴参加小马可仕总统的就职典礼。The days ahead may be full of challenges that call for us to be more united as a nation. 除了出来人以外，甲伊最近参选的总统当选人，前独裁者的后生小马可仕也来参加。这场就职典礼比小马可仕的总统就职典礼早11天。两个人是无共政党甲无共政治家族，共人的第二代组合正式上任了6年的任期，主要的任务就是面对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加通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苹果公司马里兰州一间分店的员工哦，第18投票通过要加入国际机械师甲航太工会。若属通过哦，这是头一届有苹果公司的门市加入工会。发新社是指出讲，一向正反对员工做工会苹果公司，到达并无发表任何评论。这就是当你伫美国苹果公司组成第一个工会感觉。恭喜大家欢迎加入机械师工会。马里兰州头城市的一间苹果分店员工，伫投票了后发号受揽，110名员工有65人投票赞成成立工会，诉求是共同决定工资、工时、甲安全措施。这也是美国第一个举行工会选举的苹果小卖店。Literally the face of Apple. How is it fair that we are being dictated as to what to do, what to say, how to act? 这个结果一旦经过美国联邦监管机关认可，因将会当伫国际机械师甲航太工会内组成小卖业员工联盟。这是一向反对筹组工会的苹果公司头一摆拄到的。头城市分店的成功经验可能起带头作用，其他州也有一寡分店听讲当咧筹组工会。亚特兰大就有一间分店有意申请，不过顶个月撤回，表示受到恐吓。这间店的前员工甲现任员工自去年开始，都伫网络上批评工作条件，也有 Apple II 标签。A lot of the response that we've gotten from the company is what I was calling fear-mongering. Don't be scared. Realize that if we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美国最近引起争取劳工权益浪潮，包括亚马逊甲星巴克在内的一寡大型企业也当咧准备组成工会。今年4月，亚马逊斯塔登岛区的物流中心员工都投票通过成立企业内部头一个工会。公司新闻黄文莲编译。再来看面对中共军机的威胁，今日国军嘛伫空中严格戒备哦，也毋过传出讲风力发电的机组有可能会去干扰着爱国者甲天宫3型的防空雷达。咱的海军是表示讲，针对空中部署的位置，会搁来做详细评估。天宫3型飞弹顶个月伫咧屏东的高屏基地进行实弹射击。
未来将会伫咧大坪金马设置17个强沙飞弹的据点。目前伫北海岸已经有部署要来挡强军的飞弹。另外，政府这几年大力伫咧推动风力发电。台湾的西部沿海自嘉义以北到新北市归人等地沿海，有部署真侪正悬的风力发电机。伫其中，新北市北海岸近海被点名是计划实现。不过，国军证实，风力发电机的干扰爱国者一个天宫3型防空定列雷达。我想战备是最高的标准嘛，所以相关的这些审查，包含像经济部这些配合审查，我想我们有政府一定有一套我们标准作业程序。空军和海军分别伫咧北海岸部署天宫飞弹，有定式向离反舰飞弹的阵列，也有新起的直通营区飞弹指管站。若是设置风场，恐惊影响备战。全台湾总共有40个风机设置计划案。不过空军已经包括其中6个到8个，海军是讲目前也无接到北海岸风场的设置案的信心评估。学者讲，风机伫咧西时阵，风夹产生的噪音、杂讯会干扰雷达，影响上大是低空搜寻目标。它的场址位置，就是如果说有敌方的就是航空器或巡弋飞弹从中空、低空进入的话。那当然就会让雷达这个就是搜索的这个效率大大的受到影响。国军经过防空飞棒，也继续伫咧争取有源头打击能力的飞弹协助强军。对此，中国国防部19宣布进行录取中弹反导拦截技术的试验，讲无针对任何国家。数据分析，若是针对咱国军，目标可能是射程有1000公里的雄性飞弹。不过，这回因为政治意图较明显，中国是伫咧向世界传达因有反击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机场公司第一航海自助行李的设备目前是准备要做换新的工程。也毋过立委指出讲，行李输送带的设备是中国军火商的工厂做的。机场公司是表示讲，因为有立委的提醒，因有做调查，卖来要求厂商爱把关。咱国边境都要豆豆开放的时阵，桃园机场第一航站自助行李托运的设备，也佫有报道的柜台等等新起的工程，今年初已经决标会做设备的更新。不过气候面台发现讲，新的运送带的设备是伫咧中国做起来的，零件是广州北方机电公司出产的。这间公司是伫咧中国北方工业集团下底，是中国上大间的军火商之一。输送机机组设备的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是来自于广州北方机电，产地就是大陆广州，它上面这么写然后含机身什么舵轮、滚筒、皮带，甚至就是在它的工厂所组装的。林俊宪表示，这个工程的标案总预算是3亿5600万，因为桃园机场的建设是属于基础关键设施，按规定本来就袂当使用中国籍的电脑控制、监控甲治安系统。不过，标题的厂商因采用的运送机的设备，毋但零组件是为中国来的，更较严重的是控制程式是由中国制造商提供的，这明显是不合法。当时看起来只是一个小的构件的一个供应商，所以坦白讲，我们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前2天马上就找了我们的监造单位，也直接找了厂商，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做一个清楚的交代。机场公司表示，进一步了解了后，确认这间厂商确实是甲广州北方机电公司，列作是设备供应商的一部分。原本就是讲，这只是一部分的供应商尔，所以无特别注意。接落来监督建造商来把关，要求标题的厂商接受都要按规定来处理，而且优先采用国内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甲一寡社运团体今仔早起开记者会，指出讲伫邦桥车头新起的28站甲一运火车头强固的大楼，其中有235户本底是规划做社会主体，也毋过即马传出讲市政府拍算要卖掉哦，因质疑新北市政府的社会主体政策跳票，也毋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回应并无否认，只强调讲新北市会以少年人的需要来做多元的规划。
伫咧邦桥文化路甲民权路12路口边仔这栋新起的28层大楼，对面不但是有正大的公园，还有4T通过邦桥车头，会当讲是新北市政府公有土地内底上值钱的部分之一。前市长朱立伦把选择要甲市府分担来部分的厝来做社会主体，差不多是235户。真侪少年朋友拢真期待当申请来住伫遮。不过今麦传出，今麦后市府准备要来改变规划，改做是卖出去来改善今麦市府的财政，嘛引起着质疑。新北市府会这样处分他的社会住宅的话，我们高度的觉得，事实上新北市政府对侯市长运用都更的部分取回社会住宅这样的一个路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跟操作方式。时代力量新北东部邀请几个社运团体做伙来进记者会质疑，后市府是要改变过去朱市长以来的社会主体政策。另外，伊嘛批评社会主体本来就无够咯，今麦竟然要甲卖出去。面对外界质疑，新北市长侯友宜讲这是互少年人加一种选择。新北市的青年社会住宅是以青年人的需求做多元的规划、多元的选择。所以会有新的方向改变吗？目前我们都会朝多元的方向，让青年朋友多一种选择。所以标售方向是确定的，还是？目前都是一种多元的方向之一而已。然而，让青年的朋友如何在整个选择上多一点规划。这个厝是毋是确定要来卖出去，还是新北市社会主体政策敢有改变？侯友宜并无直接回应，不过嘛无否认，敢若表示讲这是多元规划，年底选举都要到咯。新北市社会主体政策嘛是未来选民关心的焦点。记者张志雄、张志佳，新北报道。俄乌战争造成真侪难民哦，咱国虽嘛有暂时免出境的领导救援的方案，也毋过一届申请只会当延30日。有人权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爱修法来保障难民伫台湾的工作权，嘛应该考虑讲一届的签证会当互因延半当。台湾人都说这个战争都支持乌克兰，但这些都看起来很虚伪。伫台湾住了3年半乌克兰的人，来台湾也是中文，搁着伫咧街头表演过日子，因过受到疫情影响，收入减少，不得已之下，只好放弃居留证，改申请暂缓出境的签证。因过因为后期只敢若30天，所以怎么连洗厝拢有困难。疫情我不要出国，所以只好放弃我的居留证，才可以得到那个30天的签证延期。我已经1年半没有工作证，没有健保卡，没有居留证。有几多的人权团体20日开记者会，希望政府应该考虑延长暂缓出境签证的效期，自这么30天延长到180天。另外，台湾因为无难民法，造成难民的认定出现困难。但是如果无互人请，根本无法度工作。人权团体同时也希望政府修订基违法规，慢慢建立庇护制度。即使我们在难民法还没有通过的情况底下，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其实就业服务法第51条有很明确的有一条条文，就是去保障说，在台湾获准居留的难民是可以享有工作权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徐一翔讲，咱国也无通过难民法进程，因为有真侪应变的方法，包括修正就业办法、居留办法，就个案放定暂缓出境签证的天数。而且实施的办法无应该只敢伫执法单位内面流通，应该公开透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日月潭昨发生一件意外，一个穿轻艇队的学生训练了后，可能因为天气上热，所以就跳入去水里。因为无穿救生衣后来风救起来时就无喘气咯，最后送病院嘛是救无回来。青拖仔抑阁留伫咧浮动的码头顶悬，毋过拢无看到鞋仔主人的形影。南投日月潭19早起发生一件都市的意外，一位水里上港的学生伫咧月牙湾水上训练中心完成轻艇的训练了后，敢若是因为伤热，就跳落去水里，煞失去行踪。同学惊到赶紧通报老师，抑阁有医救。我们规定学生不能下去玩水，结果他旁边又没人，他自己一个人下去，又没有穿救生衣。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种动作啊！他扶着那个浮桶的时候，可能扶了然后因为抽筋手松掉了，就沉下去了。日月潭的月牙湾水上训练中心是国内培训各准选手的重要基地。
这位水里上港轻艇队的队员目前读高一。教练表示，轻艇队员拢会晓游水，而且阁有冰准了后自救的能力。不过，这位学生违反规定，家己去耍水，搁再加上无穿救生衣，落尾造成危险。消防局派6个分队到场搜救，伫咧20公尺深的水域内底找到这个学生，不过已经无咧喘气。我们现场给予 AED 还有 CPR 同时给养，利用长背板进行陆地上的运送，由日坛9号车后送埔里基督教医院。这位学生送医了后救无回来，家属已经赶到病院处理后事。这位学生今年伫全中运4个人各阵的项目得到铜牌，师生知影出意外的消息，拢真艰苦。那警方嘛继续来调查这件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民众伊收到2张罚单，本地也准伊家己运气无好，伫同一个地点放迄2解，结果详细看才发现讲，这2张罚单的相片根本就是同一张，也毋过日期是无共款哦。警方调查嘛发现讲，同一个警察伫同一天哦，中福开的罚单嘛毋拿1张尔，计共是有26张。车主开出罚单，一张是5月28，一张是6月初3，拢是罚地形车占用等越专用车道，2张拢罚600块。车主原本当作是家己运气歹，但真足一看，2张罚单相片一模一样，同款的白色汽车甲机车，只是改掉时间搁罚一摆，互车主感觉政府伫收钱。那个地方我实在不太常去，我久久才会去一次，所以我有认真看，想说是不是不同路口。但是，一比对之下，竟然连我前后左右的车子全部都一模一样。开单的地点就伫咧高雄南仔溪的高南公路甲监理南街路口。李小姐表示，伊拢固定1-2个月才会开车到附近一抓办代志，无可能第时间来共路口违规2摆。但李小姐毋是唯一的苦主，经过南仔溪分局调查，开单的原件迄天开毋着26张罚单。事后举发作业过程中，因电脑软体重复产生同样资料夹。加上远景疏忽一时不察，将交通举发单重复出入，造成重复举发。若车主无发现罚单有问题，可能就戆戆交2摆的钱，互民众感觉真离谱。警方表示会追究开单原件的行政责任并处罚，嘛通知监理机关撤销罚单，全面调查敢有共款的状况，并加强训练，避免共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高雄报道。顶个月30号，有文书工作者伫台南的西拉雅部落发现一只真罕得看会到的当鸡哦，冇翕到。其实这款当鸡伫以早农业社会，台南的产林哦，有当时会当看到，也毋过最近是愈来愈稀罕啊。这只鸟的形体看落是真特别，头壳顶还有一个红色的，若像鸡冠，佫会发出真特别的声音，互人印象是真深。这款的声音嘛吸引到嘉义县文书工作者段宏坤的注意，伊嘛是一位鸟友，伫顶个月30录到这个真珍贵的画面。他突然间有听到一个鸟的叫声，很特别啊，它就是那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那因为我长鸟已经20几年，听到不同的鸟噪声号，都很警觉性嘛。那个头冠的部分。跟其他的鸟类不太一样吧，大概都是在早上跟黄昏的时候它才出来，它这个隐秘性很强。了后有甲翕照俱乐部做纠正，确认这只是真罕见的当鸡，嘛互段宏坤讲伊学着保啊。事实上，当鸡主要是分布伫咧南亚，还佫有东南亚迄块地啊。伫咧热人的时阵才会来到台湾，大部分拢是歇伫咧水田顶顶的陆地。伫咧透早甲尾暗的时阵才会出现。当鸡自来就真惊青云，永年伫咧台南的产林。久久也会当看到一解，不过最近这几年差不多拢无相关的记录，敢若伫咧宜兰甲屏东等等的所在，罕尼几时啊才有记录到。但台湾早期的农业社会或许还能够看到它的踪迹，但由于农药、除草剂这一类的大量的使用，以及土地逐年的被开发，我们现在要看到懂知其实是非常的难。段宏坤伫遐观察差不多10天左右，等到产林开始要放产啊，当鸡离开了后才公布这影像。针对这点，翕照俱乐部呼吁，因为当鸡自本就真无胆，民众若是有发现，都要保持距离，远远看就好，做伙来保护这种真罕见的鸟啊。记者综合报道。这种黄金夜婆是世界上已经存真少的物种哦，咱国内到今嘛无收过黄金夜婆的声音。咱来看云林道一个夜婆的生态馆哦，伊固定拢会开课来教有兴趣的民众使用专业仪器来记录夜婆的声音，咱做伙来了解。
老师当咧台顶介绍有关密保生态，这是云林黄金密保馆所办的公民科学工作坊，除了要互民众实际了解调查密保的工课，主要也望讲会当补足国内密保声音的研究资料。因为我本来是做青蛙声音的，然后就想说就是做点不一样的，因为都是声音嘛，然后想平常都看不到蝙蝠，顶多就是看他们远远的在那边飞，然后就想说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透过声音来去认识蝙蝠。那想要录到密保声音，唔但要经伫暗时，佮要调用专门的机器，操作人员共款需要真专业，甲研究其他动物的工课比起来，有影是真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密保资料到单也个真欠缺的原因。在做蝙蝠的观察或是研究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一些特别的声学仪器和录音器以及软体，去进行这个蝙蝠的种类的出现的调查以及行为。那晚上也会有一些带这个学员出去实际体验一下这个蝙蝠声音录制，跟明天会有这个声音的分析。台湾的这个蝙蝠的声音的这个收集或者说资料的一个开放性其实还不是很多，这方面的研究的一些公开性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这几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些人员的一些训练，希望让这些技术能够更加的普及，让台湾整体蝙蝠的一些资源监测调查能够更加的一个顺利。加在伫黄金密保馆这几年的拍拼之下，已经有愈来愈多人加入研究密保的工课，透过工作坊的活动，民众动手体检，兼补充一寡研究资料，学者嘛会当更较轻松，互国内密保的保育工课会当愈来愈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东南农会最近引进选技学者、新中技学底高雄适合菜瓜来试种，望讲会当来减少菜瓜目前的菜瓜生产期上晚，产量向上过济，造成继续崩盘的现象。做事人靠天吃饭，当年的天气环境的变化，拢会影响因的产量。亲像今年的菜瓜，就因为3月大雨，天气搁寒，3季延后。几落款品种的菜瓜拢客伫差不多的时间大出，影响着计销。所以云林岛南镇农会引进产季较早高雄4号品种来种，望互一寡农民改种高雄4号，避免出产的时间拢客做伙。高雄4号它成长很快，然后它的产量很高，它比大松丝瓜大概早了差不多20天左右，这样可以把它生产期拉开了。这样价钱才不会有的时候很高，有时候很低啊。它长出的时间可以比较早一点，让它就是让它稍微分配，不要让它都一直在这么集中的时间，就是量产。因为本土疫情，这餐厅进货量减少，学校嘛因为停课免传中昼顿给囡仔吃，菜瓜大出煞无得销。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已经就是那个供应的量都已经有在减少。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说消费者能够，因为尝鲜来吃一下我们最新鲜在地的所有的食材。岛南镇农会表示，菜瓜拢是在地生产上青的食材，望民众趁大出加价挂，嘛通甲农民斗销斗小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嘉里有一间柑仔店，即卖已经是第3代的花路。季节需要的物件头家拢会先传起来，互厝边隔壁要买就有哦。柑仔店嘛真有认真味，若是手头无方便，就会当先记账，有钱的时阵才来算账就好。行入这间细细间仔的店仔，内底物件你想会到的拢总有。台南嘉里这间有100年历史的柑仔店，为头家阿公迄代就开啊。为着要传承落去，头家就接手来做，到即马才已经变成社区联络感情的一个据点。为阮公啊开始啊，到我这大个3代啊，3代大部分附近的住民拢有熟悉啦，熟悉本地个买个拢有感情啊，传统的柑仔店就是拢有算感情生理啦。这间柑仔店内底除了基本的民生用品，佮会看季节来卖乡亲需要的物件，亲像前一阵五六节，佮卖粽盒佮咸冻零，方便大家会使买倒去过节。而且若拄着时代有困难，也是社区发展协会办活动，头家嘛讲会当先来店内底摕物件，等较方便时才来付钱嘛无要紧。伊的人缘好就是安那。人若无钱来甲摕，伊嘛讲不要紧啊，你摕倒啦，有钱较摕来啦，无钱嘛无要紧啊。
所以吼，阮家里迄吼，所有只5分钟啊，大家拢一定会来甲摕。佮安那想着嘛，想要来甲伊摕，即间是凭全家更较甘心的甘心啦。时代咧进步，便利超商愈开愈侪，传统的柑仔店因为生意火火，今年会当关门，无就是继续度小月。毋过，这传统柑仔店的宁静味，是便利超商永远拢无法度代替的，嘛是大家欢喜来交关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